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高高講學部，我係民主。今年你來到新竹嘅新雅部，兩位呢你做對啦，自家做那個料皮披薩哦，自己動手做，體驗手做的樂趣，到底是怎麼樣呢？一起來去看看。好，店長，那現在就麻煩你來教我這個手工披薩要怎麼做呢？好，那首先我們要先在雙手撒一些手粉。好。一只手去輕輕去按壓一下面團，下一個動作的話呢，就是要把它變大，對，往兩側拉開就可以。接下來的話，我們就開始可以擺放配料了。好，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鹹豬肉跟鳳梨，還有一些 cheese。那店長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，怎麼會想要在這邊開一個手做披薩店呢？因為我的爸爸剛好會搭窯，會做一些藝術的部分，還有主要是做一些紙漿的創作。所以這個就是爸爸和你一起蓋的。對，好厲害哦，而且有那種小瓢蟲的造型哎。是。剛好我們也可以借這機會教觀眾朋友講，這個窯的客家話就叫做焦。焦。披薩你會嗎？不會，就叫做披薩啊，對，就叫披薩，因為它是外來語的披薩這樣子。那我現在做好了，我們就放到窯裡面來去烤哦。OK。好，哇哦！客家比較口味相關的披薩。那個遊客來到這邊呢，真的可以感受，吃到有客家味道的披薩，然後再來這個金瓦屋裡面感受客家的風情這樣。剛好呢，我們來學一整句的客家話，然後你也可以一起學。OK。就是用窯烤披薩。用窯烤披薩。就是用窯配披薩。用窯配披薩。講得很好。謝謝。用窯配披薩是有小朋友啊、大朋友一起來的時候，你就可以跟他說，你要不要試試看我們這個窯配披薩？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呢來到新瓦屋這邊，自己手做披薩，你會發現吃起來好像特別的好吃哎，下一次也來去這邊看看吧。當然，我們認識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披薩，披薩客家話很好記，就是披薩，披薩。因為呢它是外來語，所以我們就取外來的發音嘍，很好記的。第二個呢就是窯，焦，焦。第三個來學一整句話哦，來看就是用窯烤披薩。用窯配披薩，用窯配披薩，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今天這一集啊，真的是好簡單哦，你們要把它記清楚。下次見嘍，拜拜。